哇！呢壇嘢真係今次拋頭露面咧。事緣咧有位仁兄，佢又有本古書，上邊記載咗3種白切雞嘅做法。咁啊，其中呢一種咧就傳說係清朝御膳房嘅秘方，我就好有興趣試一試。但我又唔明啊，嗰位仁兄，咁你有本書做咩又齋睇唔做咧？人哋啲人出口咯。咁我笨人，我出手啦，好唔好？其實呢個方法咧，就用個滾水不斷咁去淋熟隻雞。咁按照呢個御膳房嘅秘方原文係咁講嘅，滾水3、4壺，次第燒開後用，好有文化嘅。咁但係具體點樣淋一壺水，具體有幾多咧？冇講，堅持多一陣啦。嗱，不過老老實實呢個方法咧，我心裏邊一半一半嘅啫。如果話好得嘅話咧，嗰個哥哥你已經試咗啦。不過失敗係成功佢媽咪啊嘛，即管試一試。咁如果有興趣，陪我一齊探索落去。好在又俾我揾到潘英俊老師關於呢個方法嘅解讀，從雞頭頸位置緩緩向下順身淋焦。潘英俊老師有另一個解讀咧，就係清末民初嘅時候，佢哋用嘅嗰啲壺，即係大梯煲啦，一般係2升一壺嘅，咁換言之4次即係8升啦。咁而且喺每次之間咧，潘老師嘅建議係仲有一個靜止，等佢慢慢滲透嘅時間，大概係10秒到15秒左右。好，而家我哋準備第2次啦。好，4個冷搞掂。可能呢個時間你哋會話，喂，應該過冷河啦，係嘛？我翻查過，真係冇過冷河呢樣嘢。因為你諗諗，喺清朝御膳房皇帝咁有錢啊，都唔使用冰河，放到8升。所以咧，我都係根據潘英俊老師嗰個建議，就係等佢靜止10到15分鐘，等佢個熱力咧慢慢去滲熟隻雞。夠鐘，竹籤插入雞髀，冇血水滲出即熟。薑蔥按6:4比例調配，加啲糖同鹽調味，最後落啲花生油，唔少得就係夠晒古早嘅黃芥末。大鑊！唉，搞你個芝魔啊，真係，到底邊度出咗問題咧？嚟緊，咁隻雞點辦啊？好在仲有得掹，即刻放翻落滾水度，邊浸邊淋15分鐘。雖然都係救得翻，咁但係始終都係嘥隻雞啊，成嚿水啊，大佬！所以呢個故事教訓你咧，教訓我咧，即係古人都未必話唔老點你嘅。好啦，俾心機食吧。我都係覺得想再嚟一次，咁其中關鍵幾個點，第一個咧就話要將個位置調轉佢，就喺個籠裏邊入水，呢個我覺得 OK 嘅。第二個咧就話喺下邊咧繼續有蒸汽做一個加持，咁啊所以咧我今日決定再嚟一次。咁亦都有啲好多聲音就話覺得好似好無聊咁樣，其實我覺得本身喺美食嘅探索過程就係一個體驗嚟㗎啦，所以你硬不濟有隻雞食啦，係咪？今次一共準備咗8升水，一邊煮滾一邊淋，總共淋6次，每次間隔2分鐘，等雞皮更加脆口啲。其實喺嗰200幾條評論裏邊咧，我最欣賞一個方法係咩咧？就將隻雞攞去沖涼房，將個花灑咧開到最勁。係咁淋佢，不過我老婆唔制。最後再靜止15分鐘，等熱力繼續滲透。今次比上次好好多，起碼肉眼見到接近廣東人講究嘅1點紅。始終嗰度係差啲。如果按廣東人嘅標準1點紅咁樣計咧，佢再熟翻少少就好。其實今次我已經淋咗6轉水，下邊又有火伴住。不過好在咧隻雞靚咧，無論點糟質都冇問題。我夜少少咧，我蒸翻佢又一隻靚雞。好啦，俾心機食飯。知唔知咩叫鹹馬？同豬手好大。一條鹹魚花腩認識咗好多台山鄉里，提供咗好多好好嘅意見俾我。咁當然其中亦都不乏一啲咧，就係話係幾黑暗嘅料理，咩鹹魚綠豆沙啊呢啲，你哋聽過未？我未聽過，唔知靠唔靠譜啊？不過今日呢個咧應該靠譜嘅，鹹蝦醬焗豬手，係噃。豬手落薑片燒酒同白醋飛一下水，
呢度3斤豬手落大概3羹嘅蝦醬，再落啲蠔油、糖、白醋同燒酒調味，少少老抽調色，醃大概半個鐘頭，薑蒜墊底，倒入醃製好嘅豬手，加多粒八角同2片香葉。今次我醒啦，我知點樣撳啦。喂，應該得。大概15分鐘左右反一反佢。根據上次嘅經驗咧，咁又焗多咗5分鐘。咁而家開蓋睇睇效果點樣啦。好，夠鐘，倒埋葱段食得。通常咧，我拍結尾嘅時候咧，我就夾一嚿嘅啫嘛。咁今日呢個餸唔知點解停唔到口。如果你係受得蝦醬味嘅話咧，真係應該試一試，因為好簡單啊嘛。而且我仲可以再落多少少蝦醬。好啦，你心幾時飯？零難度嘅鹽葱雞扒，每一啖都係濃郁嘅葱香。去骨雞髀肉落鹽、糖、胡椒粉、蠔油、生抽同埋米酒調味，再落少少生粉同生油鎖住味道，醃製半個鐘。切半個洋葱同葱花，再落啲麻油同鹽撈勻。煎雞扒之前喺表面撲上一浸生粉，最後噴多一浸花生油。雞扒中火先煎表皮嗰面，大約1分鐘左右煎出金黃嘅皮殼，反轉煎另一面，記得轉個細火慢煎。厚嘅雞扒要煎一下側面，鎖住肉汁。煎到兩面金黃，夾起分段切開。重新起鑊，開細火，放入蔥花，鋪入切好嘅雞扒，冚蓋焗2分鐘。灑入炒過嘅芝麻同黑胡椒碎，上碟食得。步驟超簡單，新手小白都輕鬆搞掂。咁今日介紹呢個乾蒸沙茶牛肉咧，只要牛肉切得夠薄，咁其實可以相應縮短乾蒸嘅時間，咁唔使炒又香口，幾好啊！好，開波。牛肉落生抽、胡椒粉，2大羹沙茶醬撈勻。生粉用水開到拉絲嘅狀態，然後倒入牛肉，一定要撈到起膠嘅手感，落埋生油撈勻，切少少薑絲撈入牛肉裏邊，切定紅椒絲同蔥絲備用。鑊裏面放半碗水，先將隻碟蒸大概5分鐘。碟面噴少少油，均勻咁鋪入牛肉，冚蓋蒸5分鐘。哇！就聽呢個吱吱聲，已經知道有幾香。送飯送酒都一流。個沙茶同個牛肉真係好搭。咁呢個餸咧，最關鍵就係所有嘢都要切得夠薄。咁啊，除咗有耐心之外咧，乜都一定要夠力。好啦，得閒啦，嘅試試，俾心機食飯。又嚟到幫我女做佢最中意食嘅紅燒肉。咁通常咧，我會做多少少放喺個冰箱嗰度。咁啊，呢個菜咧比較費時間啫，其實一啲都唔複雜。好，開波。五花肉切大嚿啲，五花肉落少少油，先煎一煎，煎到幾面都金黃就裝起，啲豬油留返嚟撈面，好正嘅。開最細個火，落少少油嚟炒個糖色，不斷攪動，直到啲冰糖出現棕紅色同埋啲細細嘅氣泡，就即刻放入五花肉翻炒。落豉油調味，落埋配料繼續翻炒，倒2罐啤酒，啱啱好浸到肉面，中火燜30分鐘。夠鐘就夾起料頭同香葉，放入大葱嘅葱心，
開大火翻炒收汁就可以上碟。哇！一啖咬落去，咩煩惱都冇晒。你炆落之後咧，佢煮落個飯，啲飯熟咧就啱啱好啦。咁啊，小朋友送飯，我送翻杯。好啦，喺屋企試試，俾心機食飯。哇！越簡單越好味。好啦，今日大製作，因為有朋友過嚟食飯。咁我哋呢度咧近伊坑啊嘛，最出名就油蒸青頭鴨，但唔係隻鴨都可以喎，係呢啲咧喺山水旁邊養嘅先可以用咁簡單嘅操作。好，事不宜遲，開波。好，切走個 pat pat，去減好多騷味。將頭同腳斬出嚟，咁蒸會方便好多。中間開籠更好清洗同入味，亦都要斬出嚟。鴨頸浸皮要搣走，內籠清洗乾淨血污，喺表面搽上細鹽。一隻鴨大概用到2匙羹鹽，一定要搽勻每一個位置。第二浸係生粉，同樣要搽勻盡啲。第三浸係土製花生油。好，擺晒落蒸盤，提前暖水浸嘅陳皮去囊切絲，放喺鴨身上面，水滾落鑊。蒸鴨同蒸魚一樣，全程都要大火，呢個要40分鐘。好，剩低交俾時間。夠時間就用筷子插入個大髀度，可以輕鬆插入就 OK 㗎啦。係咪以為而家咁樣就食得啦？仲未。一般我喺朋友嚟之前咧，我都會蒸好佢先。咁然後準備開餐之前咧，再淋翻個汁上去，再蒸翻佢，仲入味。我唔知你得閒喺屋企有冇功夫試一試。嗱，我準備開飯啦。好，俾心機食飯。有冇邊個菜令你覺得配料仲好食過主菜？前排廣西揾嘢食，咁啊試咗呢個檸檬鴨，覺得幾得意。咁佢哋喺個鴨下邊咧會墊一個用節瓜刨片。咁但係我自己感覺咧，配青木瓜可能會更加過癮啲，咁所以咧我改良咗一下個做法。好，開波。青木瓜對半切開，刨出薄片，用2茶匙嘅鹽醃10分鐘，沖洗乾淨嘅瓜片，輕輕油搓，炸出水分，落大約1湯匙嘅白醋攪拌備用。呢度係半隻青頭鴨，落鑊乾煸一下先，唔需要飛水，乾煸會令鴨肉更加香口。落2圈好朋友去腥增香，鴨肉裝起備用。接落嚟調個醬汁，以酸梅醬做主味，用豉油同白糖配合，再用好朋友同清水開稀。用煎出嚟嘅鴨油同薑片起鑊，放入鴨肉翻炒，聞到香味就落醬汁繼續翻炒。落粉水浸過鴨肉，轉細火燜30分鐘。檸檬一半切片，一半榨汁，一定要去晒啲檸檬核。將木瓜片墊喺碟底，燜夠時間先落少少老抽調色，倒入檸檬片同汁一齊收汁。檸檬煮嘅時間唔可以超過2分鐘。汁水唔使收太乾，因為仲要攞嚟淋啲瓜片。咁個瓜片食落有少少似瓜酸，咁佢又掛住一啲好濃嘅肉汁，咁食落幾過癮嘅。尤其啱而家呢啲天時暑熱嘅時候。咁我自己咧就改良過嗰個製作嘅方式，好適合喺屋企試一試。好，俾心機食飯。嗱，今日呢個煲仔飯咧又唔話台山獨有嘅，但係同台山之間咧有好多淵源同古仔，邊做邊同大家分享。凍水浸1個鐘。之後瀝乾水分，落花生油同鹽醃15分鐘。雞肉切細塊啲容易熟。先落鹽、糖、胡椒粉同好朋友撈勻。一去到切沙薑咧，又諗起我阿爺。咁我阿爺咧就中意講唔中意做嘅，咁佢不嬲都話呢個餸咧個沙薑唔可以多，一多就係搶味，而且咧騎馬過海唔可以切碎啊，一啖落去成口沙薑碎。沙薑切大粒啲，放埋入雞肉，最後落生抽、生粉、生油，醃製半個鐘。抹乾淨個煲，唔好有水氣，落豬油燙勻個底，米放入鋪平，落溫水浸過米面，啱啱半公分左右，開大火，記得唔好冚蓋啊！
可以全程睇住乾水，由大泡轉細泡，直到泡泡消失就可以鋪入雞肉，然煲邊淋多一轉花生油，冚蓋細火煮8分鐘。最後嘅4分鐘，按4個方向轉一下個煲身，夠鐘關火焗多幾分鐘。呢個時間搞個煲仔飯豉油先，慢火爆香啲料頭。倒入半碗清水，3湯匙生抽，1湯匙老抽，3粒冰糖，最後落埋芫茜葉一齊煮。好，啲飯夠鐘，落蔥花食得。哇！肉眼睇到嘅鮮嫩啊！哇！其實我中意咧，先唔淋豉油食翻碗先嘅。我唔知你哋咩習慣啊？但嘅小事咧，俾心機食飯。